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世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世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世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世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世上大穹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向他倾心吐意，也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
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祷告，为我们自己预备心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为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敬拜，向你献上感恩。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的里面。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的口中所读的经文，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所默想的，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众人的祝福。让我们自己所领受的，也能够带回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工作当中，使人得益处、得帮助。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从头到末了，你都在我们的当中。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无论在现场或在线上，都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里面蒙恩，所有的设备器械都为主所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弟兄姐妹平安，请安静心，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语，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上帝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喧哗时常上升。亲爱的上帝，恳求你成为我的主，完全掌管坚定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向你敬拜信靠，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敬拜你。感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是我们的诗歌敬拜。今天的歌曲是《愿你崇高》。如果会众方便的话，可以起立。我要
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大穹苍。请依然站立，让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会众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22章1到15节，旧约的555页。那待会由诗会这边诵读白色的起文，会众弟兄诵读黄色的应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上帝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依靠你，你便；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
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出自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上帝。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在公祷部分，一起为我们现在仍在战火中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等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接下来，我们以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请蔡绵绵姐妹来为我们朗读经课。今天的经课在约伯记23章1到9节，还有16到17节，教会圣经515页。约伯回答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惟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上帝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接下来，希伯来书4章12到16节，教会圣经242页。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认定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是诗会这边的读经。那今天的章节在马可福音的10章17至31节。马可福音10章17至31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能，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世得100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接下来是诗班的献诗。
谢诗班。那接下来由牧师来传达神的话语，题目是少一件差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也跟着这首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心是不是也像那个首歌里面所唱的那样，愿意将自己全然的献上，来到主的面前？这首歌也许是一个在心里面心声细语的一个祷告，也许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他的一个向上帝献上的感谢。但是当我们在单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有像这样的一个坦诚的心在上帝的面前？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我们会很希望别人看到我们敬虔的一面，但是我们是不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有那样的敬虔？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所说的是一致的。愿上帝带领。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17号的时候，11月17号，我们有一个户外的礼拜啊。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海报，那给大家先看一下。那或许大家在招待桌那边也有看到一张黄色的一个报名单。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啊。在11月17号的时候，我们将会到这个地方，就是加利利祈祷院。那边有一个叫做方舟教堂。好，那跟大家先考一下，就是我早上在想说这个方舟的台语怎么念的时候，我突然间卡关了，因为台语没有方舟这个字哈。好，大家有没有？你觉得方舟的台语怎么讲，知道吗？啊？不会讲，对不对？有没有？啊？好，这个公布一下答案哈。方舟的台语圣经里面没有方舟这个字，它的读音是叫做大船，就是大船啊，就是大船啊。所以这个台语只有华语的这个船叫方舟哈，台语的那一艘船叫做大船啊。好，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要去方舟教堂了哈。那这个方舟教堂它是在玉井的那个加利利祈祷院里面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教堂礼拜堂。那它是外围是用这个漂流木去把它搭起来的。那我们上次跟几个同工有去看了，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草坪，可以让我们在那里有休憩的时间，可以在那里有安静的时刻，也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散步的时间。那中午的时间我们会在那里用餐。那下午的时间呢，我们这边有提到这个呱呱园生态这个故事馆啊，那就是让大家去看看这个地瓜是怎么长起来的，好，然后这样可以看到这个地瓜的样子是什么哈。很多人可能很多人吃地瓜，但是不晓得地瓜长在哪里了哈。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活动让大家可以去户外的旅游，也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可以休憩跟安静的时刻。那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来分享，在这一年当中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见证。所以也跟大家先宣布一下，在11月17号这一天，我们台语堂会有2位，华语堂会有3位的这个弟兄姐妹要来做见证跟分享。所以如果在这一年当中，你觉得你有感动，你希望要在众人的面前要来做见证的请赶快来跟牧师报名哈。那我们希望我们有5位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分享。在这一年当中，或是在最近的时刻，你领受到上帝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恩典？那本来我们的这个感恩礼拜是在11月24号，但是那一天已经有安排这个神学生他要来上台来这个分享他的这个信息。好，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用在我们户外礼拜的时候。好，那所以请弟兄姐妹要把握时刻哈，就是我们能够来为主做见证，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在那边来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分享。好，那当天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是
都能够到那边去。我们尽量都是搭车了啊。那当然，如果你要自己开车也可以。那我们尽量希望大家都是以比较就是轻松跟方便的一个方法，我们就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啊。那我们上面有这个我们的费用哈，那全部的费用包括场地跟车辆都是由教会来支出。那我们个人的话，我们就是付这个吃饭的钱。好，所以请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所以他也是邀请我们新朋友的一个很好的时间。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邀请新朋友的话，欢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跟这些的新朋友可以有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野外的崇拜的一个时刻。愿上帝来带领我们。那当然可能去的时候会有人会有点失望了啊，因为有很多人想说哇玉井，那玉井应该是那个芒果很多的地方哈。但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芒果了啊，所以你大概吃不到芒果，我们只能够看那个芒果树了啊。那但是呢，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去那个地方，重点不是芒果，重点是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人，能够带领我们的新朋友来到这个这个地方。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了啊！邀请新朋友，然后就是邀请他能够在这边我们一起吃饭，而且特别就是加利利祈祷院那边特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餐点。他说因为多加了那只鸡了所以就是费用上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在那边有很好的一个饮食，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飨宴愿上帝来带领。好，那我们一起就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把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最近看到两个的比较图蛮有趣的，那让大家来看一下。可能我们当中比较年长的，或者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大概40岁以上的时候，可能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图片好，各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差，知道吗？两个都是厨房一个是烧柴火的，对不对？这个我说40岁以上大概才比较看得到这种烧过柴火的。好，那现在的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右边的这种比较现代型的，对不对？好，那各位有看到那个差别吗？上面有写他说花100万装修的高级的这个时尚的厨房，然后只能够用来做什么？微波炉调理包热一热东西而已。好，但是呢，各位如果有去乡下阿嬷家的时候，阿嬷家都比较是这种有烧那个柴火，或是用那个灶来烧的。现在大概很多年轻人大概已经看不到这个东西了。但是各位知道，以前的阿嬷很厉害，在这种厨房里面，她可以做好几道菜给大家吃。那可能我们在这种100万级的厨房里面，我们可能做出来的东西不见得那么多，而且还不能够弄脏，还不能够弄坏它所以我们都好小心去维护那个外在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厨房但是我们在这个这个传统的厨房里面，哇，你看它可以什么做都可以炒菜啦这个甚至这个做一些的这个美食都非常好用。那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很浪费啦低到了或怎么样，擦一擦就好了。但是在那个100万级的那个，我们恐怕就会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去照顾它。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外在漂亮，花了很多钱去把它去这个做起来的，不见得好用。看起来没有什么，看起来好像是随便普普通通的一个厨房，但是却能够做很多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不是看外表。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一个事情是：人是看外表，但是上帝是看人的内心。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即使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起眼，好像我们不太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地方我们也没有什么100万级的那个装潢，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可以供应很多人的需要，可以供应很多人的需要。箴言里面说，义人的
话语可以教养多人。恶人的心所存无己，所以在外在也许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如果里面是不能够让人得帮助的，你出来的东西是不能让人得帮助的，还要随时要很小心跟注意啊，不要去口到它，不要去破坏到它，其实是蛮辛苦的，要维护那样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有很多人外在可能不见得那么好，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可以供应很多人的需要。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那个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单纯的心在那个地方，不是只有注意到外在，哇，他要有学历，要有经历，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好像他才是我们认为叫做有用的人啊，或者是我们叫做这个叫做这个价值观上面认为他是叫做这个好用的人啊，或者是叫做这个能干的人，或者是有能力的人。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我们的心可以教养多人。义人的口可以教养多人，使我们的口可以教养许多，能够来帮助许多人，让他们能够得祝福，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像这样。也许我们不见得是有100万身价，但是我们却可以让我们所出来的东西，可以成为教养多人、帮助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愿上帝的带领。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圣经是一个年轻人他来问耶稣一件事情。好，那但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不见得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就代表我们是一个敬虔的人，或是代表我们就是一个叫做这个真正能够跟随主的人。不是每个礼拜天，而是每一天我们都是要与主同行的。不是礼拜天的时候能够来这边读圣经、祷告、唱诗歌才叫做基督徒，而是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做。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才来，而是我们的每一天都成为敬拜上帝的时刻。好，所以刚刚说有一个年轻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圣经里面今天的经文里面，马可福音的经文里面提到，他是一个少年人。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包括在马太福音里面，也特别提到他的一个身份跟特殊性。他不但是一个少年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官，而且他还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家里面的财产是很多的。因为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有提到有关他的家产的问题，所以他是一个有钱人，他可能是一个学历很高的人，因为当时当官的人一定学问不低。好，然后他又是一个少年人。各位知道犹太人他们认为40岁以下都是少年人，40岁以上才叫做比较中老年的，在40岁以下都是叫做少年人。好，所以这个人恐怕应该是在40岁以下的。好，所以如果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人应该叫做人生的胜利组。为什么？因为他什么都有，要官有官，要钱有钱，要身份有身份，要学历有学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应该是一无所缺的，这个人应该是很丰富、家道丰富的，这个人应该学历各方面、经历能力应该都不差。可是为什么他觉得他好像少了点什么？好像什么都有，可是就差那么一点点，不知道他好像少了什么。好，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当耶稣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各位如果看今天的经文里面，他说他是跑去的。好，其实很有趣哈。各位知道以前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们都是穿长袍的，所以穿长袍的人不太适合跑，知道吗？如果你跑的话，很有可能会绊倒，因为你可能会压到你的那个长袍，所以通常那个不太会跑，大概只有年轻人才会跑起来啊。那所以你要知道说，他又是一个官。但是他又要跑到耶稣的面前，其实那个就是等于把这个面子都拿下来。他是一个很愿意追求的人，所以他连这个外在的尊严的部分他都不顾，他还要跑到那边去，他要来找耶稣，他要来找耶稣做什么？他要问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所有的东西都有了，原来他少了那一件东西是什么？他说：“我没有确据。”我不太确定什么？我不太确定我有没有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换成我们问牧师来问大家说，你觉得你有永生的确据跟把握吗？非常好，有人很诚实啊。很多人恐怕信耶稣信了很久，
你也没有永生的把握跟确据。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万一哪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将要到哪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可能信耶稣信很久，但是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读的那一节圣经，各位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那里讲到什么？还记得吗？好，那我们可能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要再给大家再多加强一下了啊。好，约翰福音3章16节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读这一段圣经，可是我们却对后面的那一段常常有怀疑，知道吗？叫一切信他的，可能、也许、大概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大概会读到的是这个东西，我们没有那个确据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永生的确据跟把握？你接受耶稣基督住在你心里面的那一刻，那个永生就进到你的心里面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这样很羞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会主约翰卫斯理也是这样。各位知道，这个卫斯理是1725年的时候安利做牧师的。然后各位知道他真正重生得救是什么时间？知道吗？1738年的5月，所以将近相隔了10几年的时间，他才确定说我有永生的把握了。各位知道卫斯理他在日记里面他写什么吗？他说：“我传福音给印第安人。”卫斯理曾经去当过这个美洲的宣教士哦，他去当宣教士。他说他传福音给印第安人，他每天去在这个过敬虔的生活、信仰生活，传福音给印第安人。他说告诉他们得救的道理，但是谁来救我？谁来救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连卫斯理自己传的，他自己都不相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像这样，所以这个少年官，各位千万不要小看他，因为耶稣跟他提的第一关的挑战是什么？诫命你是晓得的，好，不可什么样？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对不对？不可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去陷害人啊，不可以这个亏负人。好，各位，在台语的圣经里面叫做“吃亏”，吃亏的意思就是你辜负了人家，或者是你让人家这个因为你的缘故受到了一些的损失，那个叫吃亏。好，他不要亏负人。好，所以这个人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这个人他从小的时候就上主日学，然后青少年的时候他就参加什么青少年团契，社青的时候他参加社青团契，他每一个礼拜他都去参加做礼拜，每一个团契小组他都参加，诫命圣经里面他都读得滚瓜烂熟的，所以他说诫命我是晓得的，我从小就遵守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没有？我还是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他少了些什么。好，所以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爱，对耶稣的爱是源于爱自己，那么就不是真正属灵的爱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对上帝的爱，只是因为爱我自己，让我自己的羽毛，这个爱惜自己的羽毛啊，不要去做不道德的事情，免得人家会说我怎么样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可能是为了，因为我有这个很好的身份地位，所以我不去做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为了爱自己，而不是为了爱上帝的缘故。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少年人到底少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2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1节啊，21节一起念来。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不是加1元多一件哈。好，还缺少一件什么？他说：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来分给穷人。他说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缺了什么？
很多人都以为说，好像耶稣是不是强迫人家要把财产捐出来，好像那个邪教一样哈，哇，把财产捐出来，然后你要每一天都来跟着这个教主，是耶稣是这样的意思吗？耶稣是这样的意思吗？各位，我们的会主卫斯理曾经讲过一篇的讲道，叫做“差不多的基督徒”。各位知道差不多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啊，它的英文叫 almost，almost 就是你已经很接近了，你已经快靠近了，可是还少了一点点东西，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那篇讲章的话，那个 almost 那个基督徒，那个少了一点点的那个几乎快要差不多的那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他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做礼拜，他读圣经祷告，他参加小组聚会，然后他11奉献，他要做这个仁爱的一个事情，他做善事，他能够来帮助人然后在敬虔上面，他每一天都很这个专心的在那里这个读圣经祷告，几乎就跟一个正常我们看到的基督徒是一样的。但是卫斯理说，他叫做差不多的基督徒，还少一点东西。各位知道这个人他少了什么东西，知道吗？接近了，接近了。这个人少了什么东西，知道吗？卫斯理后来一语道破，他说这个人少了那一件东西，就是爱上帝跟爱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不爱上帝，但是一样你很敬虔的坐在礼拜堂里面；你可以不爱人，但是你照样可以做善事来帮助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爱上帝跟爱人才是基督徒的一个圣洁的表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是为了我的，因为要让人可以看见，要让人觉得我是一个好人，要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我要进天国的时候，我希望跟我的钱财一起进天国，我希望我可以在天国上面可以一起的享受这个丰富跟美好，我在地上所有的一切可以一起带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在信仰上面，他们带着这样的心态。很多人说那是大概是还没有真正信主的人，或者是信主很深的人。各位知道，有时候反而信主很深的人也常常是这样。各位知道，有一群人甘愿为他的神而死的这一群人，各位知道有一些人叫不是全部但千万不要误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穆斯林，他们常常会身上绑炸弹，然后去做什么？去杀人。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教义里面有一条说，当你为阿拉去死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天堂里面获得很多的美女，你就可以获得很多的金银财宝，你就可以获得很多的酒，很多的肉可以吃，所以你要为阿拉去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是带着这个想法说，那我就是这样可以，当我为这个来死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带着所有的钱财进到天国的里面去了。为了耶稣的缘故，我如果这样的全部的这个所有的全部都这样遵守了，那我是不是就把所有的一切全部带到天国去了呢？耶稣说不是这样，他说你要缺少一件，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各位，其实有很多人的财宝其实不在天上，也不在你的心里面，恐怕你是在别的地方。各位知道，有很多人把财宝当作只有金钱而已，其实不是只有金钱，你的财宝其实就是你最关注的事。你最关注的事情在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就是你的财宝。有很多人关注我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有很多人关注的是我不能没有这个人，这个人是我最爱的人，我不能没有这个人。很多人关注的是这个名声我一定要有这个名声荣耀我一定要有这个。各位，很多人的财宝不一定是金钱，很多人的财宝有可能是这一些。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哪里。所以耶稣告诉这一个年轻人说，你还要变卖所有的一切，还要来跟随我，还要将你的心
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有钱是错误的，并不是这样。所以牧师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圣经里面绝对没有敌视有钱的人，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信心伟人都是有钱的。好，但是这个年轻人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注意到刚刚提到的事情吗？很多人希望说，我在地上所有的一切，我到天上一样可以享受这一切。我最关注的财宝不是上帝，不是我可以进到天国里，而是我怎么样拥有这一切的财宝，拥有这一切的产业，我还是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我要在那里好好的享受。记得刚刚听到的那个穆斯林他们的一些那个激进的穆斯林他们的想法吗？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就有天上的美女，就有天上的这个饮食，就有天上的酒喝不完，就有天上的一切，全部都有了。但是耶稣说没有，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然后还要来跟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跟随耶稣不是要把钱全部带上去的，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带到天国里面去。耶稣反而说，你要来跟随我，我怎么样你就要学我的样子。所以刚刚跟大家提醒了，不是要叫大家做一个贫穷人，不是的。圣经里面没有禁止我们存钱，圣经里面的禁止是什么？禁止我们依靠钱、侍奉钱和崇拜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依靠是什么？你的依靠是因为我的钱多吗？是因为我拥有很多的钱财，所以我可以带着这些到天国去？是因为我侍奉为了某一些好处或利益吗？或者是我为了钱的缘故才来去做这些的服事呢？很多人都以为说，刚刚提到了，很多人都以为说只有金钱，看得到的金钱。刚刚提到了，包括我做这个事情可以被人称赞，我做这个事情人家会看我是一个好人，我做这个事情人家会觉得我是一个很身份地位很好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财宝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的财宝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这个年轻人他放下这些的东西，这些会绑住你的，不是让你单单来寻求神的，这一切都要把它放下来了。好，所以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换另外一个人忧愁了。这个人是谁？是耶稣的学生，叫做彼得。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对耶稣说什么。2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8节，一起念来。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好，彼得跟耶稣说：“看啊，我们都撇下所有的了。”不是只有这个年轻人，你要求这个年轻人说要撇下他不行，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跟随你了，撇下所有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得什么？各位知道那个问话的后面其实有后半段没有写出来，其实后半段在问什么？我这些都撇下了，那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可以得到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马丁路德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如果人得救的话，要有3个回转，一个是心的回转，一个是你精神的回转，一个是你钱包的回转。好，所谓心的回转，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必须要改变，要改变过来；你的精神、你的思想全部要改变过来；金钱要改变过来，你的金钱观要改变过来。好，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upside down， 意思就是那个是翻过来的。翻过来是什么？我过去是怎么花钱的？当我信耶稣之后，我不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花钱了。当我的心思意念本来都专注在某一些地方的，当我信耶稣之后，我不再去专注在那些地方。我的心里面回转是，我不再当一个硬着心的人，我能够成为一个心里回转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得救可以从这3方面可以去看得出来。我们的心是不是回转了？我们的精神有没有回转？我们的钱包有没有回转？所以信仰不是飞在天上的，信仰其实是很真实的在地上。所以悔改是关乎内心的回转，而不是只是因为害怕。有人有害怕，但是不见得有悔改。各位，我们在上个礼拜才有台风经过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或者是我们在聚会的当中，有很多人分享，哇，那天害怕极了，那天我都差一点觉得我的生命好像快没有了，我都害怕说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很多人有害怕，但是害怕不代表你回转了。
所谓回转是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的心态改变，你的行为也要改变的。所以很多人只有害怕啊，不行，我们这个得罪上帝了，我们应该要悔改，要回转，但是我们害怕而已，但是没有真的悔改。所谓的悔改，就是你内心当中真的改变，要转变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需要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行为，全部要 upside down 转回来到神的面前，转回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彼得问耶稣说：“我们所有的全部都给你了，那全部都丢了，全部都撇下来跟随你了，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9节跟30节，等一下2节我们一起念。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上帝给我们应许，在这世上我们就会得到这一切的祝福，然后将来我们可以得到永生。29跟30，好，我们一起念一下29跟30，一起念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100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耶稣对彼得说，他说：“当你撇下这一切的时候，你要在今世得100倍。”有注意到这一句话，今世得100倍。啊，这些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而且还要加上什么？还要受逼迫。你不是只有得100倍，你还要受逼迫，但是你来世必然得到永生。必的意思就是你一定会有。好，所以到底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讲这么一大堆要丢下的东西，那到底他在讲的意思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心里面也很难过。为什么？因为其实注释书里面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说明这个事情。后来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请你让我可以看到这个话语，它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什么叫做今世得100倍，在来世得永生？”最近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啊，然后他在我们的一个诗班里面啊，在分享他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好，那他分享的时候，特别因为他的心里很难过，是因为他的家里面一个他的最喜爱的一个小阿姨过世了啊，所以他心里面很难过。当他在那边觉得他好像失去了一些的家人，他觉得他没有一些的时间多陪伴他们，多跟他的家人一起相处的时候，他觉得他内心当中有一些的亏欠。这时候，我们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哦，我们的这些的诗班的这些姐妹们非常的有爱心，大家纷纷跟他说：“我们来当你的小阿姨呀。”听得懂意思吗？听得懂意思吗？虽然他失去了一个小阿姨，但是他得到了很多小阿姨。听得懂意思吗？好，所以今世得100倍是什么？当你以为你失去了，可是你反而在神的里面你得到了。你看起来好像你失去了一些，可是其实你在神的里面，上帝已经让你的身边充满很多的弟兄姐妹，充满很多的你的家人，充满很多的你的房屋、土地、田产，因为这些都是你的。在教会的里面，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你也许可能觉得我很亏欠，我没有时间回去照顾我的妈妈，我很亏欠，我没有时间去关心我的兄弟，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购置我的田产，或是去看顾我的田产，但是你却拥有在这世上的100倍。虽然你失去了一个，但是却有100个。刚刚讲了，失去一个小阿姨，可是你有100个小阿姨在你的身边。所以你没有孤单，没有寂寞。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拥有100倍，拥有100倍。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上帝的话是假的，上帝的话是很真实的，就在我们的当中。好，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看我们是怎么样使用金钱跟时间。我们使用金钱跟时间的态度，也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爱耶稣，愿意跟随耶稣。所以刚刚提到了，并不是耶稣要你
像这个刚刚前面讲的，全部都要卖掉所以你都不可以有钱，或是全部要捐给教会，那你要所有的时间全部要奉献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而是你的时间跟金钱你是怎么使用的？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你怎么使用你的金钱？你是为了爱耶稣的缘故，你是为了爱耶稣的缘故去放弃这一切，还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自己的钱财？刚刚提到了，你的财宝不是只有外在的金钱，包括你的名声，包括你被人家的称赞、肯定这些的声音，这些人家对你的贴的这些的好的这个字眼，是不是我们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而不是为了爱耶稣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跟金钱，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上可以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爱耶稣的。好，所以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怎么样生活，耶稣怎么生活的。耶稣可能忙到没有时间照顾他的家人，耶稣可能有很多时间投入在服事上，因为他觉得有很多人都需要，所以耶稣在众人当中，连他的家人都要拉住他，好像他疯了一样。但是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所以耶稣也在说：“我有100倍的，我的兄弟姐妹有100倍的，有很多很多的人成为我的弟兄姐妹。虽然看起来我好像没有去很尽责的照顾我的家人，但是我所有跟我一起相处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称呼弟兄姐妹是这个原因。我们也许相处的时间比我们自己亲生的兄弟姐妹要更多更久，也许我们跟父母亲相处的时间还不及我们跟教会里的长辈们相处的时间久。所以我们其实也都在神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家人跟我们一起，而这些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在这里的一个进入神的国的里面，今世得100倍，在来世得永生。我们现在怎么生活，在未来的年日就是怎么生活。所以每个基督徒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怎么活，我就怎么活；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凭信心进入基督的丰富的里面，让我们凭着信心进到上帝要给我们预备的丰盛的里面。刚刚提到了所有的圣经里面很多的属灵伟人不是穷人，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牧师要告诉大家说，好，我们好像要抛弃钱财，不是的，而是我们要看到这些有钱的信心的伟人，他们其实真正进天国的原因不是有钱，是因为他的信心。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不是因为你有没有钱，而是因为你有没有信心，愿意来跟随主，凭信心进入神的丰富的里面。所以不是觉得我自己可以带去什么，我自己拥有些学历能力，或是我拥有这些财力证明，所以我就可以进到天国，不是的，而是谦卑的信靠和仰望神而已。不是觉得我自己都可以，不是相信自己，而是你要相信上帝，信靠上帝，仰望上帝。不是觉得我自己可以，很多人的信仰观是我可以，其实不是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唯有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怜悯。好，所以信耶稣不是只有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而是你要进入耶稣的生命，你要成为进入耶稣生命的那样的人。耶稣怎么活你就怎么活，耶稣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进入神的生命里面，不是只有让神进入你的生命，而是让我们进入神的生命的里面。第二个，存着谦卑进入基督的丰富的里面。当我们愿意预备好自己的时候，让主来用，而不是夸口我的能力我很好，所以上帝要用我。弟兄姐妹，千万不是这样。我们的能力很好，是上帝透过我们能够来祝福许多的人，不是我们的能力很好。上帝给我们恩赐，是让我们能够去祝福许多的人，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好，所以耶稣在世上33年的时间，他花了30年在准备自己，只有服侍3年的时间，人就走了。好，
所以也许他的30年是为了这3年做准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教会里面，当你信主长久的时间，上帝不断在磨练你训练你跟熬练你，包括让你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很多的事情，为的是让你可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预备，能够来参与在服事里面，让人得祝福。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我就是只是在一直操练，一直操练。上帝要哪一天要拣选我们，能够来侍奉他，让我们就预备好自己来参与在侍奉的里面。所以，也许你可能还觉得自己不够好，还觉得自己很软弱，觉得自己还是很污秽的、没有用的。然而，上帝要使用你的时候，他就要使用你。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要准备多好，才能够叫做进到神的里面来服侍，并没有这样。耶稣准备了30年，他全部准备好了吗？其实也没有。时间到了，上帝的时间到了，耶稣就进到那里来侍奉。30年为了3年的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带领我们的学习跟这些的吸收，为的是将来有一天，上帝要用我的时候，让我可以在那里被主来使用。而不是我都很不会不行，我不好我没有办法，还是找别人去吧。上帝帮助我们预备，是为了要随时让上帝来使用。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随时预备好我们的心，让上帝来带领我们。所以跟随耶稣不代表我们要很完美，跟随耶稣不是代表我要做到好了，我才可以来服侍上帝。当我们愿意跟随的时候，每一天都是学习跟效法的时刻。每一天都在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我们每一天都是成为耶稣的门徒跟学生。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好像等到很完美了才来服侍。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勇敢的愿意接受这样的呼召，愿意能够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呼召来跟随主。第3个，做门徒进入基督的丰富的里面，学习做门徒。每一天我们都成为耶稣的学生。我很喜欢台语圣经里面，门徒在台语圣经里面没有门徒这个字，叫做学生。所以每一天我们都来当耶稣的学生，学习主的样式，学习耶稣的样式就是做门徒。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进到基督的丰富的里面。所以做门徒不是只有礼拜天参加课程、参加一些的聚会，而是让我们每一天与主同行。每一天与主同行，每一天的学习都是好的，每一天的学习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包括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接受到一些困难，包括有时候我们可能接触到一些被管教的时候，包括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去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这些都是与主同行的过程。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天天与主来同行，不是只有好像一路顺遂才是与主同行。每一天每样的经历都是与主同行的时刻。上帝要的不是一时的激情，不是听完了之后很有感动，但是我们也需要生活上怎么样去行动，把我们的生命委身在神的里面，按照上帝的话去行。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跟随主的脚中行。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说，就怎么说；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最后要跟大家勉励的就是，上帝要的不是完美无瑕的门徒，而是要能够真心的跟随。所以那个少年人，其实他并不是，他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瑕疵，他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并不是，而是他并不是真心的要跟随。他是有附带条件的，我要把我的财产一起带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的不是完美无瑕，而是我们真诚的去跟随耶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跟随耶稣？有没有看到我的财宝、我的丰富都在基督的里面，而不是其他的地方？当然，牧师要讲这个挑战确实是很难。为什么？因为除非我们自己真实的经历跟实作，要不然是很困难的。我这个要讲一个见证，就是我曾经讲过，有一个在马祖的一个弟兄他是开计程车的。他有一个挣扎，就是他曾经跟我讲，他说：“牧师，礼拜天早上是我生意最好的时候。各位知道那个外岛阿兵哥都是礼拜天早上放假，然后所以通常都会叫车。
那所以计程车大概那个时间的生意是最好的，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挣扎。他说：“牧师，我如果礼拜天早上来做礼拜的话，恐怕我那一天生意就会很差了。这样我就比不上我的同事，我就比不上人家一样开计程车的。哇，那这样我是不是就亏大了呢？”当然，我也好意的劝他，我跟他讲说：“亲爱的弟兄，当然我希望你可以做礼拜啊。那假如你真的困难的话，那你就在你的计程车上，那里成为你敬拜的地方。”我能够劝他的是这样，但是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有圣灵感动的。有另外一个弟兄就跟这个开计程车的这位他讲说：“弟兄，你试试看，把你礼拜天的早上的时间奉献给上帝，你一定会在那一天所获得的，会比你其他的时间要更多。”不是我讲的哦，是我们另外一个弟兄讲的。所以我们这个开计程车的这个弟兄，他听了我们教会这个弟兄的话之后，他真的实做了。他说：“好吧，那我试试看，我试试看。”好，所以他后来早上的时间，他就分别为圣来敬拜上帝，下午的时间才去跑车。结果后来他有一次在感恩节的时候，像这样11月的时候，感恩节要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下午跑的时间比我的其他的这些开计程车的这些的同伴要更多。他开下午半天的时间，但是他的获得比其他人更多。”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他们在做这些的就是结算的时候，他发现他并没有缺少，他并没有缺乏。他说：“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那个弟兄他做的见证。虽然我早上没有开车，但是我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开车的所获得的金钱没有比别人少，而且还更多。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开计程车的弟兄，他不过就是一个开计程车的人，但是当他凭着信心这样真实的去实做的时候，他发现上帝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当我们真的愿意认真跟随他来走的时候，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凭信心进入你的丰富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胆怯，有时候我们会顾虑我们的财宝会有一些的损失或缺乏，但是愿你帮助我们，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谢谢你施恩看顾我们，让我们相信我们也许有失去的，然而我们所获得的要更多，要更多更多的赐给我们，而且在今世得100倍，在来世也得永生，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谢谢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也许看起来好像是牺牲了，好像是这个给予了，但是我们所获得的是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真实的凭信心进入你丰盛的里面。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定造就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回应礼，今天的回应诗歌在心灵良诗第339首，会众请起立。光主随时施恩惠，我乐
求你。我为时刻许你，我有祸了。主若不来同去，我就往后。我许你，我真许你，每时刻我许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求你。我为时刻许你，赐我恩言，愿主宝贵应许与我成全。我许你，我真许你，每时刻我许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求你。会众请坐，请司宪同工至台前预备。在天上的父，我们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金钱，都是从你的恩典而来，做你所喜悦，在事工上使用，福音得以兴旺，让更多人来领受你的话语及爱。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未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意义的话，请安静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您的旁边。会众请一同起立。会众请坐。那这边介绍有新朋友，是傅嘉义及陈琼凤的这对夫妻。那我们这个一起来这个欢迎，这个一日欢迎，永远欢迎，感谢主。接下来我们来唱这个《我们成为一家人》。那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这个一起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女，因着耶稣肯定，因着耶稣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契约，能在主爱中面前。大家可以彼此问安。
大家请坐。我这边简短报告一下教会消息。主日后的成人主日学，欢迎弟兄姐妹参加。那教会将于圣诞主日12月22预备受洗及转入礼。有意愿受洗加入本会或转会籍入本会的，请向办公室报名。及11月9号礼拜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有这个南区教会崇拜及圣乐的研习营，那地点在卫理堂，欢迎对圣乐有兴趣的会友报名参加，详情洽办公室。以及这个11月17号户外礼拜的时候，欢迎弟兄姐妹做这个分享感恩见证，也可以跟那个办公室或者是牧师报名。肢体教育部分的话，为风灾过后，请留意这个居家环境及个人清洁卫生。那也为这个怀孕及身体不适的来做这个代祷。那接下来我们交给牧师一下。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简单的补充哈，请大家来做一些留意。我们在等一下主日后我们有这个受洗跟转入的班在205上课，所以不是只有这2天哈，是从昨天开始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如果你是转入礼，就是你是要转入到我们的教会，你以前受过洗在别的教会里面。那如果你要转入的话，我们只要上1堂课，就是今天的课程就可以。那如果是你还没有受洗，那么我们要有将近6堂课的时间会在中午的时间、主日的时间，还或者是礼拜六的上午或者是礼拜六的下午的时间，我们会有这样的时段。所以请大家来留意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能够在12月22号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能够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我们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洗礼跟见证，能够让人能够看见我们是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好，那所以也请大家来关心我们在10月跟11月，我们有很多的活动，要请大家来关心跟注意哈。那我们也请大家来为我们的新任的执事祷告。那求上帝带领，让我们的今年要年底要上任的，明年的新的执事，跟今年要卸任的执事，我们都向上帝献上感恩求主祝福跟纪念，让我们的执事们他们的服事是能够坐在上帝的面前让人能够得到祝福跟帮助的。好，那我们也为着我们的那个圣乐研习营各位在11月9号的当天。是在那个高雄卫理堂，在中山路那边，不是在我们这里在中山路那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圣乐崇拜的一个研习。好，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崇拜处这边他们是全程是补助的。那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对于圣乐有一些的希望要能够来了解跟认识，那不一定你是诗班的班员或者是你是这个敬拜团的团员，但是你觉得我很想要参与，或者是我可能想要来参加教会的一些的这个圣乐的服事，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可以欢迎大家来报名跟参加。好，那一样就是请弟兄姐妹，我们在11月17号的时候，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来做分享，就是见证的分享所以请大家能够来珍惜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预备那也期待我们能够在即将要剩下2个月的时间，我们这一年就过去了，那期待我们能够更加的珍惜了好，那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10月26号我们有一个婚礼会在这个地方。那明年的1月25号也有另外一场婚礼，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年的婚礼跟那个一些的活动特多。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因着这样的缘故得蒙祝福所以我们10月26号我们是在3楼的地方欢迎大家来观礼那1月25号，明年的1月25号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年轻的弟兄他正在预备要上课，在
礼拜一对明天的晚上，他就要来带着他的未婚妻要来上课，所以希望我们的教会的年轻人可以越多在进入婚姻的当中，可以得到一些的祝福跟帮助。那我们也成为他们的祝福。那所以刚刚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家人会来在这边祝福，所以能够有婚礼当中有很多的虽然不是同样血缘，但是都是我们的这个亲人家人一起来参与，是非常美好的。那希望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参与好，以上谢谢。会众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我有志愿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也能够把这样的祝福能够带到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当中，让众人看见我们是有福的人，而且是能够愿意散播祝福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会众请坐。会众请一同低头默祷，订阅之后可以彼此问安交通。若有需要牧者祷告的，请至台前。